主后2022年8月初7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接纳圣经，咱来读腓立门书第1章第1节到25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我是保罗，做基督耶稣的囚犯，我甲咱的兄弟提摩太写批予阮所听的同工腓立门，阮的姊妹阿菲亚，阮的战友阿基布，以及伫你的厝伫聚会的教会，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甲平安。我特别伫祈祷的时，拢有想到你，常常感谢我的上帝。因为我有听到你对上帝所有的子民有疼心，对主耶稣有信心。我恳求上帝，通过阮甲恁分享信仰，会当促进对咱甲基督结连所得到一切的祝福有搁较深的了解。兄弟啊，你的疼心有互我真大的欢喜甲鼓励。上帝的子民拢有对你得到激励。我靠基督虽然会当好胆命令你做应该做的代志，毋过因为听的缘故，我宁可甲你求。我保罗已经年老，嘛通又做我保罗是大使，现在还是基督耶稣的囚犯。我替俄尼西姆甲你求，伊是我关家的时所生的。伊以前对你拢无路用，现在对你对我拢真有路用。俄尼西姆的意思就是有路用。现在我送伊转去你遐，伊是我所疼惜的。我原来想要甲伊留伫身边，通伫我为着福音做囚犯的中间替你服侍我。毋过无你的同意，我莫安尼做较好。互你所做的好事，毋是勉强，是甘心乐意。检查因为安尼，俄尼西姆就暂时离开你，是要互你永久甲伊留地。无过是奴隶，身份超过奴隶，是所疼的兄弟。对我来讲，特别是安尼；对你来讲，搁较是安尼。伊毋若是你家内的人，嘛是主内的兄弟。所以，你若看我做同伴，就着亲像接纳我安尼甲伊接纳。伊若有对你做啥物毋对，也是有欠你啥物，算我会晓。我保罗亲手写，我负责行。我应该毋免甲你提醒，你欠我的是你本身。是啦，兄弟，因为主的缘故，甲我斗相共一下，互我的心靠基督得到激励。我写批互你，因为确信你会听我的要求。其实我知你会做比我讲的搁较济。嘛着甲我准备一间房间，因为我望上帝会听恁的祈祷，互我会当去恁遐。为着基督耶稣，甲我同做囚犯的以巴弗，要甲恁请安。我的同工马可、阿里达古、底马、路加嘛要甲恁请安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的心灵同在。以上。接纳保罗对腓立门提出请求，希望腓立门会当用疼心接纳俄尼西姆。伊对腓立门讲：所以你若看我做同伴，
就着亲像接纳我安尼，甲伊接纳。保罗用请求的方式，希望腓利门重新接纳俄尼西母。代志是有因端，原来俄尼西母原本是腓利门的奴仆，后来却逃走离开腓利门的厝，这是对主人极大的亏欠。按照传统时的制度，奴仆是主人的财产，逃走就触犯法律。若人私底下收留逃走的奴仆，也是同款犯法，必须偿还主人财产上的损失。为着安尼，保罗向腓利门承诺，家己愿意为俄尼西母承担一切责任，包括伊所造成的亏欠和腓利门财物上的损失。保罗为甚么愿意为着俄尼西母付上遮尔大的代价呢？因为俄尼西母的身份已经无搁简单是一个奴仆，搁较是信主顶头生的兄弟。保罗仰望腓利门会当用疼心接纳这个奴仆，因为伊上时也是主内的兄弟。要对心肝底接纳一个人有偌尔困难呢？美籍阿富汗裔的作家卡勒德·胡塞尼伫伊的小说《祝风吹的囡仔》讲一个发生伫阿富汗感人故事。细汉查甫囡仔阿米尔的老母真早就过身，自细汉和老爸相依为命。毋过，伊一丝仔也袂孤单，因为厝内有请奴仆。奴仆有一个囝叫哈山，甲阿米尔年纪差不多，两个人就真做好朋友，经常规日斗阵做伙耍。不过，阿米尔对哈山却是也爱也恨，爱是两个人会当斗阵合作，搭风吹。恨的是老爸对哈山真好，互阿米尔感觉老爸疼，袂输互哈山抢去，所以伊非常嫉妒哈山。因为嫉妒到极点，有一日阿米尔挑剔过将家己宝贝佚佗物仔藏伫哈山的房间内面，搁去甲老爸斗。因老爸感觉哈山无可能会偷摕物件，奴仆也无想要互主人歹做人，就带着后生哈山离开主人的家。就算哈山对待阿米尔若亲像兄弟，阿米尔头尾拢无法度完全接纳伊。直到阿米尔大汉，想要搁见迄个囡仔时代的好佚佗伴，总是哈山已经死啊，永远无搁有机会。要接纳一个人并无容易，何况是一个亏欠家己的人，搁较是困难。对读腓利门书，并无互咱通知主人腓利门最后是毋是有接纳俄尼西母。毋过，即卷册会当保存落来，互咱会看见保罗对朋友的关顾，以及伊对责任的承担。的确，俄尼西母也对即次的经验中，体会到伫主内彼此接纳是偌尔奥直佮宝贵。接纳一个亏欠咱的人，确实无简单。毋过，值得咱去努力。相信咱会伫即个过程中经验到耶稣基督对咱完全的接纳。默想，对我来讲，接纳一个亏欠家己的人有倒一寡困难？对我来讲，接纳一个亏欠家己的人有倒一寡困难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耶稣，你是完全接纳我的主，
叫你引带我，会当饶赦迄亏欠我诶人，赐互我到野诶气力，奉主耶稣诶名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